喺2021年開隊申請嘅澳門新城 A 區 A1至 A4 及 A12地段經屋，即係東榮大廈、東強大廈、東文大廈、東達大廈以及東業大廈，今日房屋局公布單位售價，每平方尺實用面積平均大約3000蚊。而今次開售嘅 A 區經屋係首次沿用新經屋法，即係坊間俗稱嘅永遠性經，只可以喺最少6年後以原購入價賣翻俾房屋局。有地產業界就認為，今輪嘅經屋價格比2019年嘅批次下調近2成，合理咁迎合咗近年市場嘅情況，對私樓市場嘅影響，相信亦都會有少許嘅衝擊。咁買咗之後咧，佢喺呢6年裡面咧就冇得隨便去置換其他嘢㗎啦。譬如我買咗一間2房，可能就係話添丁啦屋企啊，多咗個小朋友呢個咁嘅情況之下，我想換3房咁樣，佢都唔可以隨便賣出去。係啦，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就係將呢一班買咗21年批次呢啲經屋嘅人咧，佢套住咗佢哋嘅購買力，可能就係未來5-6年佢哋都唔能夠出市場啦。係啦，就係咁樣。黃世發認為，由於禁售期結束係以購入價賣翻俾房屋局，因此亦會令呢班經屋用戶減少誘因置換成私人樓，喺私人市場上有可能會失去呢部分嘅動力。但係對於整體樓價嘅影響，黃世發就相信經屋嘅價格對私樓樓價影響唔大，因為其實係2個唔同嘅買家嚟嘅，係啦。因為如果你話買經屋嘅話咧，佢係符合翻政府嗰個需求啦。咁如果你話買私樓嗰啲嘅話咧，佢就係另一批人嚟嘅。咁你話係咪真係出咗呢一批經屋之後，就會對私有市場會造成個樓價大跌咧？其實就唔會，因為咧呢一個係21年嗰陣咧就已經係做咗呢一個排隊㗎啦，係啦，咁就做咗呢個申請㗎啦，係啦，咁就唔會話嗰一批人本身都已經跌埋心水諗住買經屋㗎啦，咁樣跟住之後而家佢哋決定買經屋，跟住之後就會造成嘅樓價跌落，我認為就唔會嘅。對於下半年澳門樓市嘅情況，黃世發話：舊年政府推出2個措施刺激樓市，包括首次置業優惠以及放寬樓按，因此今年首季嘅成交量唔錯，但係近月開始已經有所回落。除非政府再有特別嘅政策出台，否則預計下半年成交量稍為轉弱。